们聊点开心的吧。为什么你们最近有什么开心的事情可以分享？对，反正呢，就还是那句话嘛，就希望大家都可以平平安安，然后开开心心过日子这样。对，平安就是福啊。就是常常会就很难真的去睡得好这样子。好吧，反正不管怎么样，就希望大家都可以开开心心、健健康康、平平安安这个样子，好不好？